出路，要拍马路，原盼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免惊坎坷来阻挡，认真在倔强，面对命运嘛不强，扭转乾坤，凡事拢掌握变手中。啊哈啊哈，高天路途，是王者一关祝福，来北美路，人人风，写来去有踪，是目标，前路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彷徨，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好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彷徨，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步袂好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我是黄文兴，文清，大家安安，大家晚安。今天是107年2月17号，礼拜二，也是大年初二的日子。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这次最新的专辑《爱若是爱那些》里面的一首非常热血、非常澎湃的歌曲，叫做《本事》。好的，讲到今天是大年初二，很多人都知道，在传统的习俗上，大年初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娘家。那从前的观念认为，女儿在回娘家的时候要带个伴手礼，赶着要捧秋嘞，哈哈，等于在夫家没有被欺负，生活过得不错。那建议可以用水果来代替。那若是嫌麻烦的话，其实可以用红包来代替。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红包内的金额必须是双数，不要单数哦，记得必须是双数。好的，分享完这个新春的习俗之后呢，接下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还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像是在下一段的节目中，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首跟新年有关的歌曲，比较吉利一点、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那另外也会在今晚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年都去哪里玩啊，或者是小时候是怎么过年的啦。然后今年也会分享有3个新愿望是什么愿望。还有在今晚的节目的最后呢，会介绍一首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的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曹雅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精彩的内容就在今晚的主人广播电台。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也是我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就到家》。你爱情叫本来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搏。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无能力改写旧情的变化，踮伫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予谁？叫真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
现在你收听的是听花叶声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在这张新专辑歌曲就到这丢告家之后呢，大家可以说是非常开心啊，因为新年嘛，大家新年快乐这样。那我是今天的这个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那今年过年期间呢，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还有个人在新年的新愿望。接下来在这段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首跟新年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幸福的歌曲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幸福在身边。刷来这个节目当中，咱大家来听这首《幸福至身边》，幸福在身边。牵你的手，徛在你的身边，问咱是不是做过什么？爱情的锁匙藏在咱的心，原来幸福在身边。春日的花蕊，唱着原来的歌词，花蕊被人的香味铺成美丽的天气，心目中的伊，今仔到底伫倒位？时间甲幸福袂为阮停止，纷纷思念，怎样无言无语想你？明明我对你无要无依，幸福原来幸福在你耳边，你看着阮的日子拢捌离开，牵你的手，徛在你的身边，问咱是不是做过什么？爱情的锁匙藏在咱的心，原来幸福在身边。现在你收听的是听花叶声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新专辑《爱那些》里面的这首非常幸福洋溢的歌曲《幸福在身边》，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呢，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
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接下来在这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哇，就要稍微想一下这个在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以前也没有，我们小时候以前也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这么的发达，有数位手机、3C 产品可以用，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小孩子，甚至那种2、3岁的都会用手机，因为我儿子就是了。对啊，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呢，就是只能在过年的时候一定就是回娘家，回我妈妈的娘家嘛，然后回那个屏东的，因为屏东就是比较淳朴嘛，我妈妈的娘家在屏东，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是跟自己的一些同辈的一些表哥表弟啊表姐啊，他们就是玩那个什么仙女棒，或者是放那个冲天炮。其实小时候新年都是大概是这个样子，放鞭炮啦，放鞭炮就是比较热闹的感觉，尤其是在乡下，不是在都市。都市的话应该比较难啊，尤其是现在我住在北部，可能放什么冲天炮，应该会马上被警察抓走。对啊，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看着大人就喜欢就玩就是扑克牌嘛，大老二或者是一些也那个叫做有动物的那个叫做什么牌，那我也忘记了。我相信如果有这段记忆的，应该都知道了，就掷骰子之类的，然后还有麻将。那像我们小孩子这个都不会啊，像我自己就会跑到附近的那种什么干妈店有没有？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流行的电动玩具是快打旋风，就因为过年期间，你知道吗？平常我回娘家，回我阿嬷家，那个电动玩具快打旋风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玩，可是过年期间都会很多外地来的小朋友，所以就会去跟人家 PK， 就觉得还蛮开心，而且也是自己的一些回忆，因为小孩子就是好像 PK 跟人家 PK 赢了，就是很有成就感。对，那就是一直，我这个记忆真的是太多了。对，那就是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玩的一些东西，跟自己的一些回忆这样。好的，那分享完我小时候的新年都在做什么之后，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之前我在演八点档一家人的时候里面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插曲，然后也让后面的那好几幕也是让大家很多粉丝很多戏迷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再搭配了这首歌，让大家就是一直回味在其中，到现在还在回味哦。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动人好听的歌曲，叫做《思念成沙》。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就消失在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来大破，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变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通好怨叹，心有影爱无看，思念已变成山，飘飘渺渺分分合合，散伫阮心肝。你敢知有一天，我
份真心的快乐，幸福做伴。如今的百开花，无你伫这。连连风海的声，凄凉孤单。风飞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态一切过去啊，像消失的九条线，咱前世分注定。天天前来拖我，问天啊，带一段缘分，怎又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粒心永远袂当。以为爱过留下淡薄怨叹，心有影爱无看，思念已变成山，飘飘渺渺分分合合，山在阮心肝。你敢知有一天，我会点上风的海岸，捡咱两人的名字，爱记你，永远袂散。现在你在收听的是听花叶声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这张专辑《爱那西》里面的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思念成沙》之后，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还有个人在新年的新希望。接下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长大之后，刚才是分享小时候的回忆嘛，小时候新年都在做什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大之后新年都在做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叹气？因为如果时光可以重来的话，我还蛮想当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就是只要顾着吃，只要吃饱，然后顾着玩就好了，还有把书读好这样。那长大之后，其实要有一份责任，尤其是现在我有家庭，也有小孩了，那就是会有一份的多。我看应该不是多一份，而是多大概2、3份的责任在自己的肩上。那长大之后，新年都在做什么？其实现在反而是也喜欢过年，也不喜欢过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年的时候有那种喜气洋洋的感觉，那种人潮非常多嘛。但是很讨厌的是，因为人潮真的是太多了。你知道，以往北部，在我们北部就是会比较塞车，然后人也会比较多，人挤人啊，可能是东区、西门町之类的，只要有百货公司，都是还蛮塞的这样。可是，在过年期间，你在中南部，尤其是南部，因为我的家乡在屏东，回屏东的时候，你知道，回屏东也会塞车，塞车应该是北部的专利。现在过年竟然连屏东都塞车，而且尤其是这几年的过年特别多的这种现象，就是在过年期间，屏东南部的这些很多游乐园啊，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很大的游乐园，可是就是人来人往，然后人潮，那个人潮真的跟我不骗你，跟士林夜市一样。如果有去过士林夜市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什么叫做人挤人。其实过年期间，屏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会带自己的妻小，然后出去逛逛，然后吃路边的小吃摊，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然后四处去跟这个自己的屏东的一些亲戚朋友们拜年。
那长大也不能再玩冲天炮。其实现在屏东这种比较乡下淳朴的地方，也很少人在玩这个所谓什么冲天炮的东西的啦。那可能就是小时候，我还是觉得小时候比较好玩的。现在长大之后，而且3C 的东西产品又那么发达，可能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过年期间应该大部分都是玩3C 产品比较多。那我自己就是带的妻小，然后四处晃去一些游乐园玩这样。好的，对，就是这样。好的，分享我长大之后在新年都在做什么之后呢，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蛮特别的，它也是比较用流行音乐的作曲的方式来编写的。然后这首原创者他是一个19、20岁的年轻人而已，非常的有才华。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心碎的祝福》。全开失去了爱的温度，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亲像雨，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得你听起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亲像雨，从今以后的我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愿的牵着伊的手，爱幸福。现在你收听的是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心碎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呢，锁定呢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还有分享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希望。接下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忆小时候新年喜欢到哪里走春。好，到哪里走春呢？小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其实小时候也没有到哪里走春呢，就是可能就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跟阿公阿嬷啦，还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他们聚在一起，然后跟自己的同辈聚在一起玩之外，然后就是去打附近的那个杂货店干妈店，去看看哪里有那个电动玩具。小孩子都是这样嘛，一定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的新年，爸妈有带我到屏东的一个像8大森林主题乐园，就是现在的8大森林主题乐园，那个地方在屏东的潮州，相信有去过的大家都知道。可是以前它好像不叫8大森林主题乐园，我记得它最早期之前最原始的面貌是一个动物园，然后过年就去那边看看那个鸵鸟啊、长颈鹿啊，乡下有鸵鸟、长颈鹿，还有斑马。我跟你讲，厉害了，还有鳄鱼。对，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小时候这样就很容易就满足了。对，那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新年喜欢去哪里走春，大概就这几个景点了。因为也小时候也不曾往都市去，如果往都市去还有会往高雄。高雄的话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大同百货还在，对不对？大同百货有没有激起就是大家的印象？只要是高雄在地人，跟我同年就是一定会回忆起小时候，我小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大同百货？现在不叫大同百货了。那其实
那个是新年，就是一定就是会去闹那边，而且去闹那边是像我们家里面以前没有汽车，都是骑摩托车，所以你要从屏东骑到高雄，然后当然父母亲就是会爸爸载着我们这样，那其实这个也是蛮累的啦，对啊，蛮累的。那所以我好像以前小时候才去过1-2次，后来那个大同百货就烧掉。对对对，这个是我小时候到大的一个经历啊，我有那个记忆啊，有可能讲给现在年轻人听，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记忆了，没有这个记忆，因为他们不曾经历过嘛。对，就是大概我小时候的喜欢去的哪里走村，就大概是这几个景点。好的，那分享回忆小时候的新年喜欢去哪里走村之后，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再来听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的这张专辑里面的自己创作的其中一首歌曲。我想要回去那当时。目睭起起亲像有定记，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在阮的心边，夜头寒才知伊。拢是过去，我想要回去彼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生计世来又世去，幸福相随。我想要回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要搁放开。现在你收听的是听花叶虾最顶向好行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这次新专辑《爱那西》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是我的自创歌曲之一的《我想要回去那当时》。好啊，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欣。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希望。接下来要在这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是长大后新年喜欢去哪里走村。好的，长大之后。小时候其实很容易满足。那长大之后，其实长大之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去，因为人多嘛，人多反而就是不太喜欢往外走。那其实有啦，还是有出去啊，因为不出去的话，觉得好像窝在家里面，身体好像要生锈一样。那就是会带着老婆跟小孩去那个百货去逛逛。北部是这样，然后去享受一下新年的这种喜气洋洋的感觉。那南部还是人多，南部就是没有什么，很少有百货，除了高雄，因为高雄比较都市嘛，那屏东它比较乡下一点，所以大部分就是比较大自然一点。那我在想啊，这一次要带小朋友去哪？应该是去那个森林主题乐园，屏东潮州，因为我之前有去那边，在过年期间有去那边演唱过歌曲，我以为那边只有游乐设施，后来我发觉，其实还是有什么动物之类的东西。那其实我现在小新呢，他还蛮喜欢看动物的，那我应该会打算这一次会带他去动物园，屏东森林乐园那个潮州森林乐园那边去走走，这样。好的，分享长大之后新年喜欢去哪里走村。那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我情愿》。世界每一个人拢有过去，伫咱熟悉真正你伫倒位，你捌爱过谁人，谁人捌爱过你，如今对咱来讲已经完全无意义。你在遐里遥远是倒一年，伫咱手纸的时间未敢当天，讲好啥人来欢喜，为着算啥人的戏，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我想要亲啊亲亲揽着你，你心跳的声才上清晰。不管过去你是安怎，也是未来安怎变化，只有爱咱会当来放弃。我无怀疑我的心内也有你对阮的爱，我情愿付出我全部的爱。现在你收听的是听花叶虾最顶向好行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听完了来自我专辑《爱那西》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情愿》之后呢，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96.9 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愿望。接下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新年要许下的第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好，非常好。第一个愿望其实就是希望我就是在今年呢，我跟我的老婆还有小孩，我们一家人，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老婆的爸爸妈妈，一家人都可以，还有我的亲朋好友啦，对，一家人都可以在今年新的一年都可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我后来因为之前不觉得事事顺心有什么，后来我觉得事事顺心非常厉害，就是有财就有财，有什么要有什么，对，所以就是一个万事如意的概念这样。好的，那分享我新年新希望，新年的第一个新希望之后呢，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必须讲一个故事，就是当初其实没有要唱这首歌啦。那因为太多类似就是太多情歌了，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因为编曲老师他有做了一个改变，然后我在唱了之后，有非常多的一些歌迷朋友们都觉得无声的情歌这首歌非常好听，所以我就自己其实也有听了一下，确实是还蛮好听，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有画面。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非常动听、有画面的歌曲《无声的情歌》。天真的祝福，予人幸福的快乐，美丽的zan景，秘密的感动。爱你的温度，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光心内上精彩的旧相簿。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拢有你的记忆。问我家己，互相伤害的过去，要安怎忘袂记？
熟悉的字条，目屎来的暗藏袂掉，无写的情话，淡淡的心情，心内的空虚思念，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有我的表演，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无写的情话，拆开嘛心痛，最后咱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啊。现在你收听的是听欢喜的声，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新专辑《爱那西》的里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声的剪瓜》之后呢，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重心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愿望。接下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在我新年的第二个新愿望第二个新愿望，希望我在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我这张专辑《爱若是》呢，可以这个受到大家的欢迎跟热烈的探讨。那有热烈的探讨是不简单的哦，因为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还要热烈的探讨，这不是废话吗？不是，热烈的欢迎只是欢迎而已，就喜欢。可是探讨就不一样，探讨他会探讨，不管是专辑音乐的内容跟包装跟整个企划 MV， 这个就是探讨。那也希望这一张专辑呢，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入围金曲奖。我觉得在过年期间许愿应该是会蛮吉利的，除了入围也可以拿到金曲奖，这就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就是可以证明说这张专辑是我们是很用心，而且是用一个传承的理念，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听到原来台语它不是只有传统美，它也可以跟着现在的华语流行音乐、韩语流行音乐，也是可以跟着他们是一起同步的哦。好的，那分享我的新年新希望，第二个新愿望之后呢，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大家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共鸣度，但对我个人来讲，我其实还蛮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整张专辑里面其实都是比较以情歌为主嘛，然后每个风格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当初这一首歌曲来的原 demo， 其实它会跟里面的所有的其他8首的情歌会有点相似，我怕怎么做都会很相似。确实原 demo 听起来是这样，于是我跟编曲老师呢做了一些讨论，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元素，那可不可以做一些有点英式摇滚的感觉？他说只要你敢做，我就会去做这样。那好，于是就达成了一个概念。那编出来的那个曲风，我个人melody 或许不是最好的，可是我觉得他的编曲确实编得很棒，而且把原来 demo 的这个歌曲整个是改变成不一样的面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叫做《为你心甜》。想你的每一天，心酸的孤单，讲好声人听。我爱你袂去，无啥祝福你，不敢想起你我离别的过去。为你心痛，将思念藏心肝，情愿受对这。为你心痛，目屎已经流
现在你收听的是听花叶声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新专辑《爱那些》里面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伟力心听》。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新。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愿望。好的，接下来在这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第3个新愿望。还好没有什么第4个、第5个，不然我真的讲不完。第3个新愿望，我希望今年可以演到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因为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关注我的话，也知道我之前有演过这个电影，就是弹簧床，还有这个我不穷我只是没钱，讲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大家不知道金蕉瓶啊，香蕉片 ，OK， 在高雄的旗山。那其实我个人呢，在演这部片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怎么说呢？好啦，就是闲聊之下呢，跟大家就是聊聊，因为新年嘛，我觉得也不要那么太制式、太沉重，就是这个是比较好笑的一点，就是我在拍这个香蕉片的时候，其实我每天去到现场，我都还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一开始，我接到脚本的时候，接到剧本的时候，还没定稿，还没去到高雄旗山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剧本一直不断的在重新翻版。于是我就跟我经纪人说，没关系，我说我到了现场，我再跟导演说有没有新的剧本，直接给我这样。于是到了现场之后，我就问了导演请问不好意思就是先自我介绍嘛，我是文心啊，多多指教，好，然后之后 OK，啪啦啪啦啪啦，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好了，那那个等下要开始拍摄，那请问导演那个有剧本新改版的剧本吗？那导演跟我说没有，我说没有 ，why？ 为什么？他说那个剧本呢，我们现场写，那个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光是等那个剧本，每天去到那边就是要等1-2个小时，然后才开工，然后我真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因为你知道演电影有时候它是跳拍方式，有时候是跳到结尾，有时候今天拍结尾，然后明天拍前面一开场，然后后天又拍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时候拍戏本来就这样就是整个情绪连贯不起来。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每天都要去等剧本，然后我也没得时间研读，然后剧本就是一张 A4 的纸，然后导演自己在那边想台词，然后写那个脚本，写台词这样。我就是我的这印象还蛮深刻的这样，然后也噼里啪啦啪啦，然后就演完了之后，当然我因为没有讲的时候，大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觉得当然没有说特别的是这种大格局的大片，但是他们也说不难看，就是比较文艺励志一点。那我其实都很想跟他们说，其实我可以我都不知道我在冲啥。然后我还记得很好笑的是女主角是李康怡，李康怡应该大家都知道，她就是拍也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电影，然后也非常会演戏。于是我有一天抽空，我就问她说：“康怡，你为什么要来拍这个香蕉电影？”她说：“没有因为她拍了很多艺术的一些电影，她也跟蔡明亮这种大导演合作过。那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经纪公司就觉得公司就觉得说我拍了那么多，然后可能好像也没有一个，虽然都是有入围或者是得奖之类，可是却没有到大众化，让大家很深刻的记得你。然后他就觉得说你那你看你要不要就是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比较朴质朴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片，比较商业一点的，那你去试试看，搞不好有不一样的一个火花跟不一样的结果，会让
非常的有 surprise 这样。我说哈，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我是因为冲着你的冲着你的名字，我才去演这个香蕉片的。那其实还蛮好笑的。那个电影的导演谁我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拍电影的经验。那所以我在第3个新愿望，我会希望我今年可以接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然后让自己的演技更加进步。好的，那接下来分享我的新年要许下的第3个愿望之后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还要再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松、非常甜蜜的歌曲，叫做《爱的摩卡》。罗曼蒂克的天幕，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定定星星，袂永远做你的歹大星，巧克力参加比咱用心去雕刻。的亲情话，你的担心，人的爱亲像摩卡，为你破坏摩卡摩卡，我因为这个有你来作伴，人的爱亲像咖啡同款，等你靠下感受我，感情梦会散，摩卡摩卡，我用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你来你我甘心，扛伊来创造。剩下你，不管风偌大，顶守你的心，永远袂搁分开，陪伴你的心意。咱用心守护咱的未来，牵手一世人。摩卡摩卡，我因为这个有你来作伴，人的爱亲像咖啡同款。现在你在收听的是听花叶虾最顶向好行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听完来自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非常轻快、甜蜜、温暖的歌曲《爱的摩卡》。现在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的大明星 DJ 黄文兴。今年过年期间，锁定 FM 96.9主人广播电台，每晚的6点到7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大明星在节目中跟你介绍好听的音乐，以及分享过年的习俗与个人的新年新愿望。如果错过当晚6点到7点的节目，没关系，在晚上9点到10点也会有重播哦。接下来在今晚的最后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明天大年初3的大明星 DJ 曹雅文的一首歌。同时在今天的众星拱 boss 大明星来拜年新年特别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的歌曲。在节目最后一次祝福大家狗年行大运，新年快乐，狗年旺旺旺。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曹雅文带来的《安摩姐》。我是黄文兴。今年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刚才我所许下的，其中2个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入围金曲奖，然后得到金曲奖，然后也希望呢可以接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好，那接下来有一些计划跟活动呢，大家可以上我的粉专还有我的 IG 去关注就可以了，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哦。最后新年快乐，拜拜。